佢先，你估下我今日帶你去睇啲咩？吓，好明顯啦，柏龍啊嘛，熟都唔熟噶啦噃。咁平時見你都有影開柏龍嘅兩房單位啦，咁今日我帶你嚟睇一個三房單位。就好啊，我先前嗰個咧都係一房同兩房嘅，咁啊睇下今次三房有啲咩睇。今日又嚟到柏龍呢個新樓盤參觀一個三房兩廳嘅單位，實用面積有532尺。屋主係一對比較後生嘅夫婦，都有自己嘅風格同埋愛好，所以喺設計上邊同造型都使咗唔少嘅心思，迎合翻佢哋嘅需求，一齊睇下我哋點樣設計呢個單位先啦。Hello，黎生。Hello，多謝你今日俾我哋上嚟拍攝。哦，唔使客氣，多謝 Chloe 先真啦，整到個咁靚嘅設計，我同我老婆都好中意。咁你哋中意我就放心㗎啦。其實我之前揾過其他設計公司嘅，但係佢哋即係唔係咁啱我心水咯。我後尾揾你，上網揾你，跟住見到你幫我設計，都係我想要㗎咯。同埋好似呢個電視櫃咁，我本身咧都想擺啲裝飾品上去嘅。咁 Chloe 就幫我諗咗個無邊框嘅設計啦。咁我企喺咩位，其實都可以望得好清楚咯。呢個設計我真係好中意。又真係喎，呢邊又睇到，嗰邊又睇到，上面又睇到，下低又睇到。櫃背我仲裝咗塊青鏡，鏡面嘅反射增加咗視覺嘅空間，減低咗高櫃帶嚟嘅壓迫感，同時又可以睇到飾物嘅正面同埋背面，展示效果更加立體同埋又有深度。除咗靚之外，其實都非常之實用，因為客廳本身儲物嘅位置都唔多，所以就分別做咗電視嘅矮櫃同埋側身嘅高櫃嚟增加收納嘅空間。櫃身、電視櫃身都用咗淺色嘅木紋，統一顏色唔單止隱藏咗結構線條，而且望落嚟更加簡約同埋連貫，營造出柔和溫馨嘅氣氛。同時分別利用咗黑白色嘅石紋做背景牆同埋層架，顏色嘅強烈對比同埋深淺不一嘅造型，增加咗層次感。呢一個圍身都好靚喎，做咗一個凹凸紋啦，再加埋嗰個石紋，簡單又精緻。哦，係啊，主要咧唔想個牆身咁寡，咁 Chloe 設計嘅時候咧就建議我用啲圍身板加個背景喺後邊，咁睇落去就冇咁單調咯。係啊，因為其實呢種做法都好啱新樓嘅，因為本身新樓嘅油漆底都唔差，咁喺唔使裝修嘅情況下，加翻個特色圍身板，慳錢又特別㗎。同埋我都加咗件襯板用嚟擺下飾物，有個特別嘅造型。圍身內外都有燈光效果，帶出咗獨特高貴嘅效果。唔單止飯廳，喺玄關我都用咗同樣嘅方法，鞋櫃嘅側邊做咗幅圍身連埋全身鏡，另外加入咗弧形拱門嘅設計同埋蝦紋，平凡嘅鏡面一下子就變出咗唔平凡嘅感覺。咁客飯廳睇完啦，不如我哋入房睇下先啦。好啊。等陣，咁係睇咗黎生個專屬電競房先啦。到我電競房啦，嚟啊，入去睇下。有好多時我入咗都唔想出翻嚟。咁正，即刻去睇下先。咁電競房咧就梗係要型啲啦。咁同埋我本身都中意啲石紋紋理嘅，咁我就揀咗黑色啊、白色去配搭翻咯。同埋啲 LED 燈啊，我都特登要求藍光，咁就比較適合打機嘅氛圍咯。電腦台嘅牆面利用咗一啲六角形嘅線條，搭配灰鏡，帶出咗獨特個性嘅造型。同埋做咗上架床嘅設計，玩到攰嗰陣可以爬上去休息下，做下其他嘢，有個專屬嘅私人小天地，真係冇得頂。床欄位亦都加插咗玻璃片，增加咗採光度之餘，上床都可以有更加開揚嘅視野啊！咁樓梯位就做咗個活動式嘅設計，需要嗰陣先掛埋。咁樣就可以慳到好多位置，下層亦都有更加寬敞嘅活動空間。頭房嘅設計咧都好舒服喎，放到張4尺床啦、衣櫃啦，仲有張細細地嘅台。係啊，因為其實呢間房係俾將來嘅小朋友用嘅，所以基本嘅設施都齊晒㗎。除咗有基本嘅衣櫃同埋書台之外啦，床頭上邊亦都做咗做吊櫃，俾屋主有更多嘅收納空間。因為吊櫃做咗喺床頭上邊，多多少少都會有啲壓迫感，所以特別喺吊櫃底做咗個開放式嘅層板，可以擺下啲飾物，
加埋清鏡玻璃，放大咗空間嘅視覺效果，房間就自然更加通透啦。留意到呢，吊櫃同埋床頭都加咗燈光效果喎。LED 燈帶嘅優勢可以做到見光不見燈，營造輕柔舒適嘅感覺。家私唔同嘅位置呢，都收咗圓角喎，減少尖角嘅銳利啦，空間更加寬敞流暢。Koey啊，我真係幾中意咧主人房你呢一個維新嘅設計啊，做到一個牆身留白嘅效果啦，亦都有一個木紋嘅線條出嚟，而且呢仲有一個凹凸嘅款式，做出嚟好簡潔，好舒服。係啊，而且全間房都係用咗統一嘅木飾面啦，所以望落嚟就舒服同埋簡單好多㗎。仲有燈光效果添。衣櫃設計簡約，但係非常之實用，了解翻屋主嘅需要，收納其衣物，分配咗唔同間隔嘅櫃桶同埋掩門，令成個空間望落嚟更加整齊乾淨。我特別留意到圍身同衣櫃用咗弧形嚟連接喎，流暢嘅線條呢，連貫咗視覺嘅效果，打破咗房間正正方方嘅僵硬感。黎生啊，咁都介紹得七七八八啦，咁都想喺臨尾咧都問翻你少少意見啦。咁其實喺個成個過程之中咧，你覺得點樣樣咧？好滿意啊！即係從一開始揾你哋營家設計，到成個流程完咗，個裝修完咗。其實我本身個人都好麻煩，好多細節上嘅嘢都唔係啊，好多謝啦，好執着嘅。咁 Koey 喺設計上都俾咗好多意見，同埋好耐心。每次我要求完嗰樣嘢，佢都會真係幫我好認真去諗、去設計，同埋都唔會嫌煩啊。因為我真係好多嘢 detail 要改咯，即係有啲要求嘅，係啦，咁啊 Koey 又幫到手咁樣啦，同埋都每次都跟得好足咯，好主動去問清楚我想要係啲乜嘢咯，而佢就會去跟住嗰個方向設計，同埋設計員都真係非常啱我嘅要求咯。咁啊，好啦，咁啊今次真係多謝晒你同我哋分享，咁啊講解下俾我哋其他嘅客人知道啦。咁今日都差唔多啦，介紹到，咁下次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記得訂閱我哋營家嘅 YouTube Channel、Facebook 同 IG， 咁樣就可以隨時接收我哋最新嘅單位介紹啦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